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的立委游浩提案修正到东山条例，讲救国团甲妇联会等等，这是公益团体，应该排除伫个附随组织之外。民间团体批评讲，安尼一来，恐惊会有超过400亿的资产，无法度甲国民党对讨。民间团体早起阁特别发起着游行到立法院来抗议。拒绝解套，不让党产。举拖车上街路，因为不满国民党的立委由何等人提出东山条例修正草案，除了讲到在附随组织的定义中，增加不属于国家者无伫这个限制以外，更加主张将救国团、妇联会等等排除伫适用的范围外。恐惊有超过400亿的资产无法度对讨。有一些部分的组织也与政党特定的政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受特定政党的实质控制，取得这些违反民主法治的财产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一并纳入。因为提案已经送到议讨，也已经超过30天的冷冻期，今日会议结束前摆入拜五议会讨论的4项处理必受关注。让国产诱变救国团或是妇联会的私产，党产条例可不可能在这周5被蓝白闯关成功？我们当然严阵以待。不当条例本来就对于救国团是在进行这个抄家灭族，那本来公益团体就不应该受到如此之对待，所以今天不当条例的修正，我们期盼能够在礼拜5的时候能够顺利过关。洪社公针对修法的细节，民众党团也未有共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在文字上修正的一个共识？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拭目以待。民进党批评这是咧为特定的团体改套。国民党呛讲要行人民公道，调解公红继续加温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